一大段是在写他今天来的时候经历过了一个很心酸的过程。然后呢？你怎么了？要想要唱什么歌？太感动了，我自己唱我都很感动了啊。然后唱什么歌？你不是要唱歌？哦，你们要唱歌哦。好啊。我们好像在演那个，这个叫什么情境剧哦。然后呢，你怎么搞得我一个很紧张哎？哦，是你朋友一直催你上来的哦，朋友们。好了，你不要把理由推给你的朋友了。好，好，就这样哦。哦，拥抱哦，那么多摄影机，怎么好意思？哭了，哭了，我以为我会流鼻血。哎，这个真的不是我花钱请来的，没有这个桥段哦，人家是真心流露的，真的。哦，你有什么话要讲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再报一次。再报一次。看来我是免费的啦。好，好，你下去继续，我们还有表演。哇，很棒哎，很好。我当初就是这样敲总统的背，很自然而然，完全没有把他当啊，就是很有话要跟总统讲。我那时候忘记有，我那时候很大胆，就是说，就是总统，原住民是极有股哎。请投资原住民，要 BOT 我们可以，我有30块，我可以租几年。好，来吧，那我一起邀请，哎呦下雨了，那我还邀请我们部落的年轻人来上来，好，各位来了草动，还有所有的乐手，有没有办法不要让那个乐手的琴淋到雨啊？他们的很贵，耶嘞，你手呢？年轻人，我们还我土地不知道还多久了，要告诉他们。啊，然后其实每年也会固定在5、6月的时候会办一些演唱会，然后用演唱会的收入当做我们部落青少年的。就是文化的教育的基金，就是他们，对，我快被他们吃垮了，所以我要想办法更红，赚更多钱。我下一个愿望是，要在小巨蛋开2个小时的母语演唱会。在那之前先挑战都兰的小巨蛋，都兰国中。试试看啊，小巨蛋可能现在有点距离啦，除非你们联署的时候顺便来按我的粉丝团按赞，对，靠你了。现在联署的人已经超过我粉丝团的人数了，还我土地比我的粉丝还要多人，也是好事啊。然后有一首歌我们一直不太敢唱，每次唱这就会出状况。这首歌叫《祈雨的妇人》，只要唱完就下雨了。还没有唱，已经开始下了。不会下吗？去试试看这首歌灵不灵？那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首了。好，那很开心大家来听署名的森林系巡回演唱会，回馈乡亲场，回来台东感觉很舒服了。
很多感觉了，一时之间讲不完，怕聊天聊太久，等下警察会来，那就唱这首歌，也祝福各位，七的夫人。